各位好啊，好耐冇見。呢幾個月量子爸爸比較忙，所以好耐冇更新過。而家翻嚟啦，又到年尾，又係時候要留意下自己嘅醫保。如果係第一次買醫保嘅朋友，可以睇翻第一及第二集內容，會有比較詳盡講點樣申請醫保嘅。而處理醫保嘅 APP 主要有兩個：一、粵醫保；二、粵稅通。關於點樣開啟粵醫保小程序同埋粵稅通小程序，大家可以自行留意而家畫面顯示嘅步驟，主要都係通過微信去進入嘅。因為呢一集嘅內容主要講成功申請醫保之後，翌年或者以後所需要同埋可能要做嘅變更。一啲初期嘅步驟呢，我就唔詳盡講解啦，大家可以重溫翻第一、二集嘅內容。翻返嚟今次嘅題目，今次係醫保視頻嘅第三集，內容係關於大家如果已經申請醫保，咁第二年或者之後又有乜嘢要做呢？需唔需要再走去政務服務中心處理或者繳交醫保費用？而家量子爸爸就分享我今年嘅經驗。首先，我哋要知道每年繳交醫保費嘅時間係每一年嘅11月至到12月底。當然啦，如果過咗期而冇交醫保費嘅話呢，嚟緊嘅下一年醫保就會失效。不過量子爸爸留意到呢，過去當地嘅政府係有可能延期到每年嘅1月，都仍然可以酌情處理補交費用嘅。不過啦，大家都唔好抱有僥倖嘅心態，最好必然係每年嘅11月頭至到12月底，將醫保費繳清處理好。除此之外，更加要留意自己指定嘅扣款銀行有冇需要變更。例如好似量子爸爸上年申請醫保之前，預定開咗一個用作申請審批醫保嘅銀行簿仔戶口。當然，除咗簿仔戶口呢，有網友發現，其實首次申請醫保係可以唔使優先開銀行戶口，直接用微信或者支付寶先交保費都得嘅。不過啦，當醫保審批之後呢，呢個時候可以喺銀行獲取一張醫保卡。呢一張醫保卡擁有銀行嘅儲蓄功能，同時亦都擁有政府醫保扣款嘅功能。呢個係最主要嘅目的嚟嘅。正因為同時好似量子爸爸咁有2個銀行賬號，就會變得有啲混亂。所以當大家獲取咗醫保卡之後，我哋就最好將醫保扣款嘅來源改為醫保卡嘅同一個銀行賬號，咁就會比較清楚啦。簡單啲講，醫保卡係呢一個銀行賬號同時執行2個功能：一、用作自動繳交醫保費；二、用作政府嘅醫療補貼。大家都知啦，我哋可能有一定年紀。人越老呢，個腦就越嚟越唔清晰嘅，日後需要用到嘅時候，先至唔記得邊個賬號打邊個賬號，就會陷入一片混亂噶啦。所以今集嘅內容主要分為2部分：一、如何續交醫保費；二、如何更改醫保扣款銀行賬號。一、如何繳交醫保費？通常有2個情況，第一種就係自動扣數。第二種就係人手扣數。喺自動扣數裏邊呢，我哋第一次申請並且批核醫保之後，通常會去到稅務局揾職員幫手。呢個時候大多數嘅申請者呢，係簽約綁定咗銀行簿仔嘅戶口。當然啦，同樣如果你冇開過戶口，淨係用咗微信去繳費嘅話呢，咁大家都留意下以下嘅內容，等大家進行重溫啦。因為呢個時候我哋仲未攞到醫保卡，所以喺下一年醫保費係會從呢一個已綁定嘅銀行戶口去自動扣除嘅。我再重申，
醫保費係會自動從已簽約綁定嘅銀行帳號扣除每年需繳交的保費。如果你係用微信或者支付寶繳費嘅話呢，可能啫，因為量子爸爸冇實質做過，佢可以俾你選擇係咪自動繳交嘅，應該，因為喺中山博愛康嘅情況呢，係有呢一個選項，但係醫保有冇呢個選項呢，就要由其他網友睇下可唔可以俾翻一啲feedback 我哋，令到我哋清晰啦。所以如果各位怕煩，決定乜嘢都唔改嘅話呢，只要保證呢一個保仔嘅戶口每年都有足夠嘅金額，滿足繳交醫保費就可以，其餘乜都係唔使做嘅。我哋進入2人手續保。假設我哋大頭蝦唔記得入錢落保仔戶口，即係保仔戶口唔夠錢去自動繳交醫保費，咁梗係會自動繳費失敗啦。又或者我哋想手動繳交醫保費，呢個時候我哋其實可以去粵稅通，用微信或者支付寶繳交該年嘅醫保費。不過大家要留意，就好似今年11月1日，量子爸爸登入粵稅通想交費嘅時候，發現系統係做緊更新嘅，想交都交唔到。遇到呢一啲情況，其實大家唔需要過分緊張，因為12月底前我哋交嘅醫保費交到就得噶啦。分享一下我自己嘅實戰經驗，基於粵稅通嘅更新，量子爸爸就決定等下喺11月24日突然就收到短信通知，表示醫保費已經喺保仔戶口自動扣數。所以呢，我哋係唔需要太過心急嘅。話題轉返去人手續保，平時入去粵醫保，我哋可以檢查一下自己嘅醫保狀態，亦都可以檢查自己醫保餘額。所謂醫保餘額，就係大吉利是，我哋需要理賠嘅時候，政府係將啲錢轉到去你指定醫保戶口嘅餘額。呢一個餘額數字，可以理解為政府俾錢醫院作補貼，對我哋實際上冇乜作用㗎。然後我哋最緊張嘅就係查一查究竟有冇醫保費未繳啦。進入後，系統係會自動轉到粵稅通，要喺粵稅通進行繳費。依據系統嘅指引呢，登入粵稅通，揀城鄉居民社保。呢一度有4個選項，我哋係會用到嘅，我會分別講解。第一個，城鄉居民社保費查詢，按入去，留意繳費狀態一項。如果有未繳醫保或者社保費，呢一度係會顯示，亦都可以自己指定日期查詢曾經已繳交嘅社保費。返去城鄉居民社保列表，我哋今次揀第二個城鄉居民繳款狀態查詢，按入去同樣可以自己指定日期查詢繳款狀態。1同2其實係差唔多嘅，是但做一個就得噶啦。我哋又返去城鄉居民社保列表，今次揀第3城鄉居民社保費清繳。我哋揀險種選擇為城鄉居民醫療保險，按下一步，根據系統嘅指引就可以用微信或者支付寶繳交醫保費噶啦。成功繳費之後，大家就可以用之前1同埋2嘅方法去查詢醫保費係咪繳交成功。不過大家要留意，系統係有可能未能夠即時顯示數據嘅，所以大家最好多等2-3日再查核就會比較安心。尤其係星期6日喺非工作天交醫保費嘅朋友，大家要謹記，香港人係比較急促嘅，喺內地工作營運嘅呢，尤其係2、3線城市，相對上係平穩一啲。如果大家太過心急，
自己以為付款唔成功，又走去搜多咁多幾次，結果叫交咗2、3次醫保費，到時就揾自己嚟搞噶啦。我哋進入本次嘅主題2，如何更改醫保扣款銀行賬戶。我哋翻返去城鄉居民社保列表，選第4個委託扣費簽約，按入去喺網簽3方協議服務，我哋揀查詢協議，再揀本人查詢，就可以睇到現在而家大家已綁定嘅銀行戶口資料。如果想轉換銀行戶口，即係醫保卡嘅銀行賬號，呢個時候我哋係可以揀終止協議，成功之後翻返去查詢協議，會顯示暫無數據，請新增。我哋又再翻返去網簽3方協議服務嘅呢一頁，揀翻新增協議，同意相關條款並且確認之後，進入新增協議資料表，喺呢個表裏邊填寫翻大家新嘅銀行賬號資料，就完成整個變更嘅手續噶啦。不過要提下大家，如果好似亮子爸爸喺中山三鄉建設銀行申請醫保卡嘅話呢，銀行營業點1項係需要選擇建行中山市分行，呢個先至係正確嘅資料。重複剛才教程嘅步驟，按查詢協議，應該會即時見到資料係更新咗嘅。見唔到嘅話，就多等多1、2日再查一次。如果呢個時候仍然係未變更嘅話，就再重複剛才嘅步驟去做多次。今集就係咁多，拜拜。